晚期非小細胞肺癌係咪一定冇得醫治？其實唔係嘅。而家嘅肺癌治療非常多元化，治療效果遠比以前進步。如果腫瘤帶有合適嘅基因突變，例如 EGFR、ALK、ROS1 等，國際指引都建議可以用相應嘅標靶藥物治療，可以延長病情受控嘅時間，同時維持到生活質素。如果冇合適嘅基因變異，醫生就會根據病人嘅腫瘤嘅 PD-L1 分數，考慮免疫治療、化療或者兩者結合，有需要時再配合局部治療，例如放射治療，舒緩症狀，控制病情。隨住醫學發展，部分晚期肺癌患者嘅病情可以依靠藥物控制，甚至可以視為慢性病咁管理。如果病情出現惡化，醫生就會評估有冇需要更換藥物，或者採用局部治療。有啲情況可能可以做進一步嘅基因檢測嚟配對合適嘅藥物。所以即使有晚期肺癌，都唔使絕望。最重要係同醫生好好溝通，制定最合適嘅個人化治療。